整出佢哋嘅菜田，而家就去，冇等。轉低身，用手指掘開泥面，摸下呢啲蘿蔔頂，你會摸到啲咩？一條手指咁粗嘅根，硬硬嘅頂住泥面，好似唔肯再大落去咁。你見唔得阿公喺新界鄉下種嘅蘿蔔，有手掂到手腕咁壯，成條手臂咁粗，掂落去實頸擰，切開嚟削白削白，咬落去爽甜，一啲苦味都冇。你嘅呢？薄薄啲，中間仲有裂紋，食落去大苦，煲湯都要加多2匙糖先壓得住個苦味。你以為係種子唔同，你以為係泥唔夠肥，你以為係自己手死唔夠好，唔係，甚至只係同一積種，泥係隔嶺田嘅泥，甚至係同一塊地，分別係一個動作，阿公做咗，你冇做。而呢個動作，農業手冊喺60年代之後就叫你唔好做。點解？因為冇為靠過佢賺到錢，所以冇人推廣佢。你有冇試過企喺菜檔前面望住人哋對蘿蔔，心嚟點解佢哋種得出，你種唔出？你有冇試過買肥返嚟，跟住包裝紙上面寫嘅份量攞？但收成嗰陣，發現條蘿蔔仲係細過人哋一大截。你有冇試過可以至根本唔種菜，明明已經做足晒所有嘢，但就係種唔出阿公嗰啲又大又甜嘅蘿蔔？唔係你嘅錯，你只係跟住本書做，但本書係賣肥料嘅人寫嘅，唔係話佢啲想啊你，而係因為佢哋賣緊肥料。所以佢哋教你嘅方法，一定係要用肥料嘅方法。而家我應承你3樣嘢，講得清清楚楚，唔會用啲你聽唔明嘅專業術語。第一，你會知點解你條蘿蔔細，就算你落足肥都係細，而原因同肥料冇關係。第二，你會知阿公嗰個方法係咩？點解佢可以種出手臂咁粗嘅蘿蔔，而你唔得？第三，你會拎到一個3部曲嘅做法，幾時做，做幾多，點樣做，全部講到明明白白。你聽完聽人就可以落田做。你記唔記得阿公嘅菜園？佢落嘅肥冇你多，佢用嘅泥仲草過你嘅，佢睇嘅書仲少過你，但佢種出嚟嘅蘿蔔就係大過你嘅。如果你記得，咁阿公一定知道啲你唔知嘅嘢，而呢啲嘢冇人同你講過，唔係因為有人收埋，而係因為冇工靠佢轉錢，所以冇人推廣。我哋嚟計條數，你而家種蘿蔔，跟足農業守住嘅方法做，你唔供煎裝，賣你80蚊。你落足份量，一做用2包，即係160蚊。但收成嗰陣，你會發現條蘿蔔頂部粗，底部幼，中間仲係裂紋，因為氮肥本。因為氮肥刺激咗葉同頸部生長，但冇幫到根部向下發展。結果你種出嚟嘅蘿蔔係畸形嘅。殺準水1支400毫升，賣你60蚊。你噴咗之後蠢係少咗，但2個禮拜之後又反嚟，而且仲多過之前，因為你殺咗啲蟲，同時亦都殺埋啲食蟲嘅異蟲。結果害蟲冇咗天地，反而爆發得仲勁。改良節話你只可以鬆土補水，增加土期。1包10公斤，賣你120蚊。你照落嚟到泥係鬆咗少少，但蘿蔔嘅根依然係向上生長，冇向下轉。因為改良節只係改變咗泥嘅質地，
但冇改變根部生長嘅方向同動力。揸埋一次，一早你使咗340蚊，但收成嗰陣，你條蘿蔔依然係細、苦、有裂紋。而阿公冇個方法，請便係零，佢唔使買肥，唔使買角水，唔使買改良節，佢只係喺落種之前做咗一個動作。呢個動作改變咗成個泥層嘅結構，令到蘿蔔嘅根自然咁向下轉，轉到深過你而家種嘅根成倍。結果條蘿蔔又粗又長又甜。你計下，一年種2造，你整返680蚊，5年就係3400蚊，10年就係6800蚊。而呢啲錢，你本嚟係可以一文都唔使使嘅。你有冇諗過一個問題？如果呢個方法咁簡單、咁平、咁有效，點解冇人同你講？點解農業手冊唔寫？點解農業推廣員唔教？答案就係一個人嘅故事度。而當你聽完呢個故事，你就會明。但喺我講呢個故事之前，你要知道一樣事，因為10個人聽完呢個方法，有9個會犯一個錯，而呢個錯會令到成個方法變成反效果，唔係令條蘿蔔大，而係令佢生長遲緩。呢個錯睇落去好合理，感覺上好似係對植物好，所以冇人會察覺到。直到8月尾，你啲蘿蔔開始爆裂，喺你眼前3日之內裂到一條條，而你完全唔知點解。睇到最尾嗰度會講點解。1963年，新界元朗有個叫陳伯嘅老農夫，佢係村公所後邊嘅一個田度種蘿蔔。佢冇讀過書，冇睇過農業手冊，佢只係跟住阿爺傳落嚟嘅方法做。每次落種之前，佢會用扭頭將成塊田嘅泥挖起，然後一溜一溜咁打落去，打到泥層碎細鬆細，深度去到35到40厘米。然後佢會將成塊田嘅泥面整平，再用攪板踩實表面嗰層薄薄嘅泥，大概2-3厘米厚，踩到硬硬嘅之後，先至落種。佢嘅蘿蔔每條從1公斤到1公斤半，長度去到40厘米，直徑去到8厘米，切開嚟雪白爽脆，冇苦味，冇裂紋。甲嶺田嘅農夫用新式方法，跟農業推廣員教嘅，挖鬆表面15厘米，落複合肥，保持泥面鬆軟。結果佢哋嘅蘿蔔平均從40到600克，長度得25到30厘米，而且有3層大苦味，2層有裂紋。陳伯冇寫過報告，冇同人解釋過點解佢嘅方法有效，佢只係種咗一世，然後喺1978年過身。佢個仔移咗面去英國，蓋田賣咗俾發展商，起咗樓。冇人記得佢做過啲咩，冇人問過佢點解咁做，佢嘅方法就咁消失咗。同一時間，農業手冊開始推廣現代科學方法，鬆土冇太深，保持表面鬆軟，定期施肥。因為呢啲方法需要買肥料、買工具、買改良節，有人靠佢哋賺錢，所以有人推廣。10年之後，
1973年，台灣嘉義有個農藥試驗站嘅技術員做咗一個對比實驗，佢將兩白田分開處理，一塊用傳統方法深挖加採實表面，一塊用現代方法現挖加保持鬆軟。結果，傳統方法嘅蘿蔔產量高咗42%，而且根部筆直粗壯，冇分叉。佢寫咗份報告，交咗上去。報告放咗入頂眼括，冇有睇過，因為推廣呢個方法冇錢賺，冇人有興趣。為陳博鋪個讚，佢應該度到呢個。點解陳博嘅方法有效？因為佢做咗一樣嘢，改變咗蘿蔔根部生長嘅方向同動力。你要明白，植物嘅根有一個內置嘅機制，當表面嘅泥鬆軟、直圓、容易穿透，根就會懶，佢會向上生長。係表面嗰層攞水攞養分，因為容易唔使費力。但當表面嘅泥硬實、乾燥、難穿透，根就會收到一個信號，呢度冇嘢食，要向下往。於是佢會集中力量向下轉入去深層嘅泥，去到30、40厘米深嘅地方。嗰度有穩定嘅水分同養分。呢個信號你可以叫佢做往水信號，或者生存壓力。當植物感受到表面冇足夠資源，佢會啟動深層生長模式，而呢個模式先至係種出粗壯蘿蔔嘅關鍵。陳博採實表面攞2-3厘米泥，就係人為製造呢個應力，表面硬，根穿密土，於是根自然向下鑽入去下面鬆軟嘅深層泥。而現代方法保持表面鬆軟，根就冇應力，佢會留喺表面嗰層向上生長。嗰個條蘿蔔頂部粗，底部幼，甚至分叉。因為根冇集中力量向下發展。你明唔明呢個分別？一個係逼根向下，一個係任由根行，嗰個完全唔同。而家你明白機制，但你要知道一個錯誤，呢個錯誤會毀咗成個方法。好多人聽完之後會聊，既然要採實表面，咁我採深啲、採厚啲，係咪會更加好？於是佢哋會將表面5厘米甚至700厘米嘅泥都採到硬嘅。呢個就係致命錯誤，因為當你採得太深，根本穿密土，種子發炎之後，幼根頂唔穿硬層。佢會喺硬層下面打轉、扭曲，甚至停止生長。嗰個你會見到蘿蔔嘅葉生得好連，但根部細到可憐，甚至畸形。點解你察覺唔到？因為葉連，你以為生長正常，但其實根已經喺泥下面受困。等到8月尾，你挖起嚟，先發現條蘿蔔又短又扭曲，中間仲有裂紋，因為根喺生長過程中受到持續嘅壓迫同扭曲。記住，採實嘅厚度只可以係2到3厘米，唔可以多，多咗就係阻礙，唔係壓力。係留言到這的，你有冇試過採得太實？買埋你係邊個地區種？我哋睇下有冇規律。而家你知道原理，亦都知道錯誤，跟住落嚟係做法，4個步驟，
每一步都有具體數詞，你聽完聽日就可以做。第一步，挖深泥層，用鐐頭將你準備種蘿蔔嘅田逐畝挖起，挖到深度35到40厘米，將成塊田嘅泥都挖鬆打碎，確保下層嘅泥係鬆軟透氣，冇硬塊。呢個步驟要做足，唔可以求其，因為呢層鬆軟嘅深泥就係蘿蔔根將來又鑽入去嘅地方。如果呢層唔夠鬆，根鑽唔落去，你做晒其他嘢都冇用。第二步，整平泥面，將挖鬆嘅泥用耙或者苗頭背整平，確保表面平滑，冇大石，冇硬塊。然後用腳板輕輕踩實表面一層泥，厚度只係2到3厘米，踩到你用手指鑿落去，鑿唔入超過1厘米就拉。唔好踩得太好，唔好踩得太實。記住，你只係要製造一個薄薄嘅硬層，逼根向下，唔係要封死成個表面。第三步，落種之後唔好再鬆表面。好多人習慣咗種完之後，見到泥面硬咗，就會用耙鬆返佢，以為係幫緊整勻。唔好做，你一鬆，你就破壞咗個硬層，根就會留返喺表面，你之前做嘅嘢就白費。落完種之後，唔好再預表面嗰層泥，任由佢應實，等根自己向下鑽。第四步，存水至存深層。落種之後頭3日唔好存水，等泥面自然乾燥硬化。3日之後開始存水，但每次存水要存到深入去20到25厘米深。你可以用一條竹橋插落去檢查，拔起嚟土下10到幾深。存水嘅時間只可以喺傍晚或者夜晚，唔可以喺中午，因為中午存水會令到表面嘅泥軟化，破壞形層。每次存水之後，停3到4日先再存，唔好日日存，因為日日存會令到表面長期積鉛，根就冇動力向下綁水。做完呢4步，根會自然向下鑽，去到深層嘅鬆土，開始佢嘅生長。而家你手上有晒所有嘢，原理、錯誤、做法，但你要將佢哋串埋一齊，先至會見到成個圖畫。因為每一個機制都係為咗同一個目標，逼條根向下鑽，去到深層嘅泥，喺嗰度攞穩定嘅水同養分，長成一條粗壯、不直、冇裂紋嘅蘿蔔。黃水信號係第一個機制。當你踩實表面嗰2、3厘米泥，你直做咗一個硬層，根穿唔透。於是佢收到一個訊息：呢度冇水、冇養分、冇前途。呢個訊息會觸發根部嘅深層生長模式，根會停止橫向翻散，集中所有力量向下鑽，去到30到40厘米深嘅鬆軟泥層。你唔使落肥，唔使加激素，只係一個硬層就可以改變根嘅生長方向。深層鬆土係第2個機制。當你挖深到35到40厘米，將下層嘅泥打鬆打碎，你係為根準備咗一條高速公路。根向下鑽嘅時候，冇阻力，冇硬塊，冇石頭，佢可以筆直咁插落去，唔使扭曲，唔使分叉，唔使浪費力量去濾過障礙物。結果呢條蘿蔔會係直嘅、粗嘅、形狀 band 嘅，
而唔係彎彎曲曲、頭大位細、中間有裂紋嘅畸形蘿蔔。控水節奏係第三個機制。當你3日唔乾水，等表面乾燥硬化，然後先至間一次深水，間到20到25厘米深，之後又停3到4日。你係訓練緊條根去深層往水，根會記住表面冇水，深層先有，於是佢會一路向下生長，去到水源穩定嘅地方揸穩個根枝。而如果你日日間次次餐鹹水，根就會爛，佢會留喺表面嗰層等你粉河。結果條蘿蔔會細，會略，會一遇到乾旱就枯萎。表面硬層係第4個機制。當你保持表面嗰2-3厘米硬實，唔好再鬆擴，你係確保緊根冇得走回頭路。根一旦向下鑽，就會一直向下，因為表面已經封閉，卻反唔到轉頭。而如果你種完之後又鬆表面，你就打開咗一條後門，根會走翻出嚟，留喺表面嗰層，你之前做嘅嘢就全部白費。呢4個機制加埋一取，你會得到一條手臂咁粗、40厘米長、雪白爽脆、冇苦味、冇裂紋嘅蘿蔔。喺你嘅購物清單上面，複合肥、改良節、殺種水、生長激素，呢啲又會一樣一樣咁消失，因為你唔再需要佢哋。而家你要做一個選擇，路線 A， 你繼續用而家嘅方法，挖鬆表面15厘米，保持泥面鬆軟，定期落複合肥，1包80蚊，一做用2包，1年2做就係320蚊。加埋殺種水60蚊一支，改良節120蚊一包，1年總共使500蚊。收成嗰陣，你條蘿蔔平均種400到600克，有3成大苦味，2成有裂紋。你要捲走啲爛嘅，切走啲苦嘅，最後得返一半可以食。5年之後，你使咗2500蚊。但你啲蘿蔔依然係細、苦、有裂紋，而你依然唔明點解。路線 B， 你由聽日開始用陳白嘅方法，挖深35到40厘米，採實表面2到3厘米，3日唔沾水，之後每次沾深水，停3到4日先再沾。唔落肥，唔鬆表面，唔可以任何額外嘅嘢，成本係0。收成嗰陣，你條蘿蔔平均種1公斤到1公斤半，長度去到40厘米，雪白爽脆，冇苦味，冇裂紋，你可以全部食晒，一條都唔蝕丟。5年之後，你賺咗2500蚊，而你啲蘿蔔會同阿公嗰啲一樣，大過手臂，甜過你記憶入面嘅味道。喺留言度寫低 A 定係 B， 然後解釋點解，唔係為咗我，係為咗你自己。因為當你用文字講出嚟，你會聽到自己把聲。你會知道自己其實已經決定咗。再寫埋，你而家種緊幾多條蘿蔔？你係香港邊區種，定係你係廣東、台灣、海外？卡出嚟，等我哋睇下唔同地方嘅泥質會唔會影響呢個方法。而家你想象一下。喺你嗰下30厘米深嘅泥入面，有一條幼根，粗過鹽筆深少少。
佢頂住硬實嘅表層，感受到上面冇水冇養分，於是佢調轉方向，開始向下鑽。佢穿過鬆軟嘅泥，一日向下推進2到3厘米，去到深層嘅泥，摸到有穩定嘅質度，有微生物分解出嚟嘅養分，有從來冇被表面嘅根搶過嘅資源。佢揸落去，開始變粗、變實、變白，每一日都喺度儲存糖分同水分，準備變成一條你手臂咁粗嘅蘿蔔。當你做陳伯嘅方法，挖深泥、採實表面、控制泉水，你做緊嘅唔止係種一條蘿蔔，你做緊嘅係將一個雜惡嘅本能還返出嚟。蘿蔔嘅根，佢天生就係要向下鑽嘅，佢天生就係要去深層攞水嘅，佢天生就係要長到粗壯、筆直、冇分叉嘅。但現代嘅方法，鬆軟嘅表面，日日傳水，大量嘅肥料，呢啲嘢將佢嘅本能壓抑咗，令佢變成一條爛根，留喺表面等人揈。結果佢失去咗自己嘅力量。你做嘅係將呢個力量還返俾佢。你俾返一個壓力佢，佢就會記得自己點樣向下鑽。你俾返一個深層嘅信土佢，佢就會記得自己可以去到幾深。你俾返一個穩定嘅水源佢，佢就會記得自己可以長到幾粗。你唔係喺度控制佢，你喺度解放佢。力量唔係喺肥料入面，力量唔係喺改良節入面，力量係喺你明白植物嘅本能，然後俾返條路佢行。如果你想知道呢個方法仲可以用喺邊啲更艱類作物度，如果你想知道唔同泥質要點樣調整踩實嘅厚度，如果你想知道落種之後頭2個禮拜根部生長嘅每日變化，鋪訂閱下一條片會拆解紅蘿蔔、遼蒡同薯仔嘅深層種植法，會有埋土壤譜面圖，你會見到根係點樣一日一日咁向下推進，根知道路，讓佢去往。